大家好，歡迎回到 Dubai Money Ring Channel。今日帶嚟一則勁爆的消息，阿聯酋最大城市阿布達比政府推行房地產交易徵收5%的稅收㗎。咁這個消息一出之後呢，佢係顛覆咗整個房地產交易市場嘅。咁當然佢影響咗房屋的價格增值啦，亦影響咗購房者嘅成本嘅。因為這個5%嘅交易稅收啦，係由購房者去支付嘅。但係這個嘅影響，我相信係短暫嘅。咁亦好多人去詢問話：杜拜政府作為第二大城市，並且有那麼高的房屋交易量呢，是否會根據阿布達比的腳步去推行這個交易稅收？小弟認為，在2028年之前啊，又或者係杜拜政府 D33 紅願未達成之前，應該係不會推行房地產交易稅收嘅，因為畢竟現在杜拜最核心嘅目標係吸引更多嘅投資者及家庭式移民嚟到杜拜居住生活嘅，所以在於房屋交易成本上應該不會增加太大的壓力。再講，在2028年，杜拜城市有非常之多嘅項目即將推行，供大眾去使用及吸引更多的移民嚟到這個城市，包括有最新嘅地鐵線，包括人造島，2028年即將推介的賭場及更多嘅遊玩遊娛樂設施嘅，所以在這未達成之前，應該不會推行房地產交易稅收。作為房屋投資者的你，如果你想在交易稅收實行之前去賺取更大的盈利的話，而家係非常之好嘅時機。嚟到杜拜揀樓投資，2到3年之內係根據房屋增值的價格去賺取這個差價盈利嘅。咁延續落去的話題就係、杜拜的房地產是否適合長期持有，定係短暫炒樓？非常之老實，小弟認為在杜拜所有的發展商，其實佢的建築質量，如果比較某些其他城市及國家，佢唔係咁高嘅，個質量係較為差少少。咁個人會比較建議，當你發覺這個樓盤在市場上的差價經已達到一個非常之大嘅盈利幅度的話，咁其實我係非常之建議你轉讓出去，係轉售去賺取這個嘅差價盈利嘅。杜拜房屋係不適合長期持有，咁所有嘅樓齡維持在5年至10年之間，經已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狀態啦。因為杜拜的天氣比較惡劣，在夏天的時候溫度較為高，所以在房屋維護這一個部分係需要花費好大嘅心思去到進行。所以當一個開發商或者係地盤商，又或者係呢個區域嘅物業管理，佢在於樓的維護上不是那麼用心的時候啦，你會發覺這些樓會有些少嘅問題出現，特別係樓房嘅，所以非常之建議杜拜樓適合短炒。